救到啲生還者咧？當然有啦，就係呢一隻無敵拯救船。大家利是講句，若果一旦遇上空難，呢隻拯救船就會發揮佢最強嘅海上搶救功能。現時香港咧有2隻。就係呢架船咧咁靚咧，其實我嚟做咩㗎？哦，佢呢隻船咧嘅設計咧，主要應付響個新機場，如果係發生空難嘅時間咧，我哋可以快速咁能夠提供有效嘅搶救同埋救援嘅工作嘅。呢一艘拯救船係特登為赤鱲角新機場度身訂造嘅，稍後咧會駐守機場嘅東西兩面。話明負責海上拯救，梗係要大製作，每艘船耗資4842萬。佢擁有雙體式設計，喺風速高達63海里同埋5米高嘅巨浪之下，仍然運作正常。8號風球都冇有怕。唔單止咁，佢仲裝有2副噴射式推進器，航速最快28海里，保證第一時間到達出事現場。不過咁，通常陸上嘅消防車都係紅色㗎，點解佢黃濘濘嘅？呢一個係國際規定嘅顏色嚟嘅。咁鮮豔嘅顏色咧，主要就係話等嗰啲被救者咧就可以離遠咧見到咧，就係我哋嘅船咧就嚟緊咧做呢個搶救嘅行動嘅。日光日白，黃色就梗係容易睇到啦。咁黑麻麻嘅時候又點解救呢？唔怕，有6盞1000火嘅大光燈，仲可以360度旋轉。唔單止咁啊，船上面咧仲裝有8部遙控攝影機，清楚睇到救援進度，方便調配人手嘛。仲有先進嘅航海儀器啦，衛星導航同埋全天候雷達添啊！通常嚟講啊，啲船嘅桅杆咧係唔喐得固定嘅，但係呢一架船嘅桅杆咧係喐得㗎喎。由於赤鱲角新機場附近有2條橋，佢哋嘅高度咧就矮過呢艘拯救船，所以特別設計呢個靈活嘅船桅，等過橋嘅時候咧就收起佢，方便過到條橋啊嘛。咁話時話啦，成個機場啊只係得2隻船啫喎，咁究竟一隻船可以救到幾多人呢？本身嘅船咧可以咧載300人嘅，咁另外咧就船上裝備有呢個救生筏咧，可以另外咧裝載多300人嘅，即係可以總共咧搶救600人嘅。成隻船分為上下2層，上層咧係一排排嘅軟座，俾啲傷勢較輕嘅人士休息，可以坐到54個人㗎。至於下層，坐又得，瞓又得。有40張床位同埋206個座位，務求喺最少嘅空間裏邊容納最多嘅傷者，搶救時就更加方便快捷得多。你睇下我話咁快啊，就俾班英勇嘅消防員救起啦！我而家呢個情況咧就係傷勢比較嚴重同埋行動不便，所以要放喺擔架床上邊，等我第一時間送去醫院。呢一啲類似碌架床嘅設計，係俾啲需要用擔架床嘅傷者安放喺上面，咁就唔會阻住下面啲傷者坐啦，又可以容納多啲人添噃。咁萬一傷者需要做啲緊急嘅簡單手術嘅話，呢一類小小嘅醫療室咧，絕對應付得嚟嘅。如果好似我而家咁響海上遇難重傷，救護人員呢就會利用呢一個油壓升降機，將我直接運上甲板嘅救援區，等候直升機嚟送去醫院搶救。喺生還者當中咧，梗係有啲有氣力嘅人噶啦。咁有咩方法可以自救呢？好似我咁啦，爬上呢條救命網梯上船休息。好在平日有 keep fit，手腳幾靈活。靈活得嚟都幾論盡啊，人扶嘅。係咩？不過萬一冇氣力自救，呢種救生吊籃咧就發揮好大功能啦。佢利用起重機咧將傷者救起，睇落似個筲箕，但係大大話話可以載到6個人噶。又或者呢一部快速小艇啦，裝置喺船尾，方便隨時落海救人噃。咪睇佢咁輕巧啊！佢可以拖動一隻載滿30人嘅救生筏噶，都幾巴閉啊！真係幾巴閉噶！呢艘船唔係淨係識救人，救火依然掂。響甲板裝有2座遙控滅火喉，通常會噴水救火。遇到船隻或者飛機漏油，滅火喉仲可以噴泡沫，果然犀利。拯救船上面擁有咁多先進嘅救生設施，配合埋幕後一班精英嘅消防員，必定能夠發揮到無敵拯救船嘅最強性能，應付未來嘅挑戰冇問題。
啊，真係幾巴閉喎嚇！希望咧呢兩首無敵拯救號啊喺7月份